大家有冇試過梳頭嗰陣發現頭髮甩多咗咁？把頭髮好似薄咗，仲越嚟越稀疏添，甚至見到啲白頭髮彈晒出嚟，點遮都遮唔住。再照下塊鏡，又發現塊面無啦啦多咗啲斑，皺紋仲好似深咗添，甚至連啲牙都開始成日有問題。然後心入面就忍唔住嘆咗句：哎呀，老啦，冇計啦。但其實呢啲睇落好似好普通嘅小問題，可能唔係單純嘅老化咁簡單咯，分分鐘係身體用緊你嘅外表嘅變化嚟提醒緊你，話俾你知，喂，某啲營養唔多夠喎。今日我哋就一齊幫身體解密，由頭髮、皮膚、牙齒一路講起一系列常見嘅身體狀況同表徵，跟手一齊嚟做個簡單嘅營養自我檢查啦，睇下有冇邊啲營養素呢排俾你忽略咗，要補翻下嘅呢？好，歡迎收睇營養快訊，我係 YY， 係你追求身心靈健康嘅一個同行者。過去15年，從協助學術研究、企業培訓到社區諮詢及運動健體推廣，我嘅工作只有一個核心，就係幫人揾翻身心靈健康。一句講晒，最緊要快樂，活在當下，享受人生。其中一大元素必定離唔開嘅就係講飲講食。喺呢個系列，我會用最快嘅時間同你分享一個最實用嘅營養資訊，唔講咁多廢話啦，即刻去片。首先講下大家最關心嘅煩惱絲先。如果你年紀唔算大，但已經明顯甩好多頭髮，頭髮又好容易折斷，或者好早就生咗一執白頭髮，呢啲狀況除咗係壓力大、荷爾蒙影響同遺傳之外，營養唔夠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㗎。頭髮甩得多，變得幼，就可能係缺乏鐵、鋅或者維他命 D。鐵質負責幫手運送氧氣去毛囊，缺鐵嘅話，毛囊就會缺氧窒息㗎啦。而鋅就係修復頭髮組織嘅關鍵角色，可以幫手維持頭皮油水平衡同毛囊健康。有研究發現，早生白頭髮嘅人，身體入面嘅鐵同埋鈣嘅水平通常都會偏低。呢啲營養全部都同頭髮嘅色素以及生長有關㗎。加上如果缺乏葉酸同維他命 B12，就會影響紅血球同角蛋白生成，令頭髮供氧差咗，色素都會自然而流失㗎啦。而銅就更加係生成黑色素嘅關鍵元素嚟㗎。咁點補救呢？其實好簡單嘅。食物方面可以補鐵同鋅嘅就有瘦紅肉、貝殼類海鮮，好似蜆、蠔呢啲，仲有蛋黃、豆類同南瓜子咁。而補銅嘅就有黑芝麻、蠔、動物肝臟、大殼堅果同全穀雜豆咯。最後要補充足夠嘅葉酸同維他命 B12，就要食多啲深綠色嘅葉菜、豆類、強化穀物、魚、蛋同奶類嘅嘢啦。如果你係素食者嘅話，仲要特別留意維他命 B12嘅攝取來源，或者考慮食補充劑去補給足夠嘅份量咯。跟住落嚟，再睇下皮膚嘅問題啦。如果你突然發覺最近自己面上啲色斑好似多咗，膚色又變得唔均勻，咁呢啲可能同維他命 C 同 E 不足有關咯。有國際營養學期刊指出，維他命 C 可以抑制或干擾酪氨酸酶嘅活性，有助降低黑色素形成同改善色素沉澱㗎。而如果你覺得皮膚又乾又粗糙，皺紋多咗，又冇晒彈性，甚至嘴角仲成日爆拆添，咁有機會係缺乏維他命硒、C、B 集同埋必需脂肪酸奧米加3咯。維他命硒幫皮膚更新，唔夠就會角質化。維他命 C 就幫手製造膠原蛋白，如果長期攝取太少嘅話，皮膚就會變乾同變得鬆弛咯，而且傷口都會好得慢啲㗎。再加上高糖飲食，搞到蛋白質糖化，膠原蛋白變硬變脆，皺紋就更加明顯㗎啦。呢個時候，奧米加3就好重要啦，可以幫助修復皮膚屏障，提升彈性。而維他命 B 集入面嘅 B2仲可以幫皮膚黏膜維持健康，唔夠嘅話好容易出現口角炎㗎。咁有啲咩食物可以補充呢啲營養素嘅呢？補充維他命硒嘅食物就包括有紅蘿蔔、南瓜、番薯同豬肝。要補充維他命 B 集，特別係 B2同葉酸，咁就要食啲瘦肉、魚、蛋、奶類製品、深綠色嘅葉菜、豆類同強化穀物咯。而補充維他命 C 同抗氧化多酚嘅食物就主要集中喺啲蔬果度，好似奇異果、橙、燈籠椒、莓果、十字花科蔬菜，即係西蘭花、椰菜花果啲啊。仲有要補充維他命 E 嘅，梗係唔少得堅果、橄欖油、牛油果、深綠色蔬菜好似菠菜同羽衣甘藍咁。而如果要補充奧米加3嘅話，當然唔少得三文魚、青魚、亞麻籽同合桃啦。最後都要提提大家，想皮膚好就要降低糖化負擔，減少飲啲含糖嘅飲品，同埋少食啲令你食唔停口嘅精緻甜品，多啲用水果嚟取代呢啲甜嘢啦。
再嚟檢視下啲牙齒同牙肉啦。如果你刷牙成日流牙血，牙齒鬆動或腫痛，口腔仲成日生飛滋，好耐都唔好，咁就有可能係長期唔夠維他命 C 啦。維他命 C 唔止預防感冒，佢仲係製造膠原蛋白嘅必要材料嚟添。膠原蛋白就好似牙肉嘅水泥咁，缺咗佢，牙齦會變得脆弱，容易出血。另外，鈣同維他命 D 唔夠，牙齒同骨質都會變差，蛀牙同牙周病嘅風險自然會上升㗎啦。想改善呢啲問題就可以食下啲有豐富維他命 C 嘅嘢食，好似橙、檸檬、燈籠椒、莓果同埋啲綠葉嘅蔬菜咯。但記住，維他命 C 儲存唔到喺身體入面，所以每日都要補充㗎。要補充足夠嘅鈣質就要飲下奶或加咗鈣嘅豆奶，食物方面就可以揀豆腐、芝士、乳酪同帶骨嘅魚仔咯。而要補充足夠嘅維他命 D， 就要適度咁曬下太陽，即係約15至20分鐘就可以㗎啦。同埋食啲肥美嘅魚類，好似三文魚呢啲，仲有蛋黃同強化嘅奶製品同穀物咯。仲有啲好常見但好容易俾人忽略嘅身體信號，都需要注意下㗎。就好似如果你成日覺得好攰，又冇乜精神，咁就可能係缺乏鐵質、維他命 B12或維他命 D 咯。頭先都提過一啲建議，呢度都適用嘅，好似補充維他命 D 就可以每個禮拜曬15至20分鐘太陽，或者食啲含豐富鐵質、維他命 B12同維他命 D 嘅食物，好似牛肉、雞蛋、深綠色嘅葉菜同菇類咁咯。而如果指甲脆弱、容易斷裂同有橫紋，可能係缺乏生物素，即係維他命 B7或鐵質喎。生物素係啲乜？佢係合成角蛋白嘅重要輔酶嚟㗎。咁如果指甲有白點呢？傳統認為係缺鋅，但越嚟越多研究發現可能係輕微外傷造成嘅。不過嚴重缺鋅真係會影響指甲生長㗎。食咩嚟補充啲營養好呢？鐵質可以從豆類攝取，生物素就可以喺肉類、動物內臟、蛋黃、牛奶、堅果，好似花生同杏仁咁，仲有酵母同香蕉度都揾到㗎。另外食啲海鮮同南瓜子就有鋅咯。至於夜晚成日抽筋呢，通常係鎂同埋鉀攝取唔夠。食啲香蕉、菠菜、西芹就可以補充呢啲礦物質㗎啦。聽咗咁多，依家輪到你啦，一齊嚟參與呢個身體解碼挑戰啦！考考你，如果你最近發現指甲好容易斷裂，仲成日面青口唇白添，咁樣你覺得最應該優先補充嘅食物係邊樣呢？1. 含豐富維他命 C 嘅奇異果。2. 含有鐵質嘅紅肉或者菠菜。3. 含豐富維他命硒嘅紅蘿蔔。諗好個答案未？快啲將你嘅選擇打喺留言區啦！最後都要戴翻個頭盔先，今日講嘅全部都係可能嘅營養提示，並唔係醫學診斷。自我檢測嘅方法只可以做初步參考。好多皮膚、頭髮、牙齒嘅問題都可能由荷爾蒙、免疫系統問題、藥物或者其他疾病引起㗎。所以，如果你症狀持續或加劇，甚至喺短時間內惡化嘅話，一定要揾醫生跟進，做血液檢測同全面嘅評估啊。不過講真，無論點，營養均衡永遠都係健康嘅基礎。與其亂買亂食補充劑，不如先由調整日常飲食開始仲好啦。例如，每日最少食3至5種唔同顏色嘅蔬果，每個禮拜食2次深海魚，最重要梗係控糖同食少啲鹽同食少啲精製加工食品啦。今日影片就到呢度啦。記住，身體係你最好嘅朋友，多聽佢講嘢，適時回應佢嘅需要，先至會擁有真正嘅健康㗎。最後，歡迎大家留言話我知，你最常遇到嘅身體困擾係咩？我哋可以喺之後嘅節目度，針對大家最關心嘅問題，做緊深入嘅探討㗎。如果你喺增肌減脂控重嘅路上，仲有壓力同困惑嘅話，不妨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我會陪住你一齊去破解。如果呢條影片對你有幫助，請記得幫我點讚、分享埋俾朋友，並且訂閱我嘅頻道，先至唔會錯過最新嘅營養快訊㗎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次見。